to our channel, Love and Faith. Hello，我係 Miss Pin。我今日講嘅故事係進入耶穌撒那。耶穌進入撒那，他知道自己要在這裏為全人類的罪而死。他騎在小路上，人們從四面八方迎接他，他們將棕樹枝和外衣鋪在路上，期望耶穌成為他們在地上的新國王，將羅馬士兵趕走。人們呼喊：奉主名而來的應當受到稱功和讚那。不過人們很快發現耶穌不是他們心中的王。我已經講完啦，呢個拜。Like and subscribe. Bye bye.